各位網友大家好啊！成日都聽人講賣黃金可以保值，因為無論經濟好或者經濟差，股市升或者股市跌，黃金都有佢嘅價值。黃金雖然冇息，但係可以幫你避險、分散風險，仲可以抵抗通脹，令到你個投資組合更加穩陣。其實今時今日買黃金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今日會同大家盤點6大方法，同埋講下每個方法嘅優點同缺點，同埋買黃金嘅注意事項。第一個方法就係最傳統嘅，去金鋪或者銀行買黃金，因為有啲人就會覺得手上拎住實體黃金，摸得到睇得到，心入邊就踏實啲。咁你可以買金條、金粒、金幣、金飾，每種都有唔同嘅用途同成本。以下就逐樣同大家講一講。首先就係金條或者金粒，呢啲係最貼近投資者需要嘅實金嘅形式。市面上最常見係4條99999純金，純度高達99.99%，屬於國際認可投資級別嘅黃金。相比起飾金，金條同金粒嘅買賣差價會比較細，因為始終冇手工費，成本就相對透明，亦都會接近國際嘅金價，所以就適合一啲純粹想投資，唔係為咗收藏嘅朋友仔。同埋依家有啲銀行或者金鋪都推出咗一啲細份入場門檻比較低嘅金條，講緊幾千蚊就可以入手噶啦。第二種就係金幣，金幣就有少少唔同，通常係由各個國家嘅造幣廠鑄造嘅，之後就由政府或者中央銀行授權去發行。喺香港比較有名氣嘅就有澳洲鴻運金幣、加拿大楓葉金幣同埋中國熊貓金幣等等。咁喺香港嘅金鋪都可以買到嘅。金幣除咗可以保值，仲有收藏嘅價值，甚至有升值嘅潛力，因為某啲款式就越嚟越珍貴啦。不過都要留意翻，市場上有啲公司會推出自家嘅金幣嘅，純粹係收藏用途，咁回購嗰陣就會比較困難啲啦，保值能力就會比較弱。雖然買金幣之前一定要睇清楚佢嘅來源、品牌同埋回購嘅渠道。最後就係飾金啦。如果你係拎嚟投資嘅，飾金就唔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飾金有好多額外成本，例如手工費、佣金、回收時嘅火耗費用，買賣差價又好闊啦。1兩4條9飾金買賣差價接近成9000蚊左右。咁仲有鑑定嘅問題，所以飾金嘅保值能力係會遠低過金條、金粒同金幣嘅。如果你係拎嚟當飾物咁樣戴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係投資，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最後就講下實金嘅缺點，最主要就係保存嘅問題，你唔可以亂放，仲會怕刮花、怕跌、怕唔見。想要安全啲就要租銀行嘅保管箱，但係依家保管箱嗰個供應就越嚟越少啦。我自己就有個朋友嘅媽咪，好多年前啦，就去銀行想租個保管箱，但係就俾個職員要求話你一定要買一份人壽保險先可以俾個保管箱你啊，因為個保管箱好短缺，只係會提供俾有生意往來嘅客戶。不過呢個就好多年前噶啦，咁同埋保管箱個收費又唔平啦，所以大家就要因應自己嘅情況去考慮一下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要買嘅話，就記得去一間有信譽嘅銀行或者金鋪，因為最驚就係俾人呃買咗假金。之後都可以比較一下個差價，買之前就可以揀好幾家銀行或者金鋪，之後就比較佢哋嘅買入啊同賣出差價，再揀一間心水嘅。第二個方法就係紙黃金。講起紙黃金，唔少人第一個反應就係紙做嘅黃金，其實就當然唔係啦。紙黃金唔係實體黃金，即係話你買入嘅係黃金嘅價值，而唔係實實在在嘅金條或者金幣。即係話你唔會拎到金條、金幣、金粒，你可以簡單理解就係話你買咗黃金，但係就唔使保存或者處理實體黃金。咁好多銀行都有呢類嘅產品嘅，只要你喺銀行開咗一個紙黃金嘅戶口，就可以買入或者賣出黃金。個操作方法就好似買賣外幣咁簡單。佢最大嘅好處就係個買賣差價一般都會比實體金低，因為冇手工費、冇加工費，投資成本就相對低，而且唔使考慮實金存放嘅問題，唔使保管箱，唔怕刮花，唔怕唔見。
全部都係電子記錄，你打開銀行嘅手機 app 或者網上銀行就會見到噶啦，同埋流動性都相對高，你可以喺手機 app 隨時落單，想買嘅時候就買，想賣嘅時候就賣。不過大家都要留意翻，紙黃金嘅持有人係冇實金嘅擁有權嘅，即係話冇得提取實金，咁就有啲人可能會唔中意，同埋佢都係唔受香港存款保障計劃保障嘅。咁同埋唔同銀行嘅買賣差價都唔同，買之前大家就最好比較一下啦。第三個方法就係持有黃金 ETF。黃金 ETF 係乜嘢呢？簡單嚟講，佢就係一隻跟住金價走嘅基金，佢同股票一樣，可以喺市場上買賣。你只係需要股票戶口就可以買到黃金 ETF 啦，完全唔使去金鋪，唔需要保管商，更加唔使處理實體黃金。ETF 背後嘅管理人，即係個基金公司，就會幫你做晒呢啲管理嘅工作。佢哋會將實體黃金放喺金庫入邊，而你作為投資者就係持有呢隻基金嘅份額。咁買黃金 ETF 有咩好處呢？第一就係買賣好方便，基本上同你買股票一樣啦，你用手機 app 撳幾下就搞掂噶啦。咁第二就係好貼近個金價，因為大部分黃金 ETF 都係持有實金作為資產嘅，表現係同金價係好接近嘅。咁第三就係個買賣差價細，因為 ETF 係喺交易所買賣嘅，流通量就比較高啦，因為好多買家好多賣家，買賣差價一般都會比實金同埋銀行嘅紙黃金仲要低。咁第四個入場門檻都比較低，講緊譬如呢隻 GLD 嘅黃金 ETF 幾千蚊港紙就可以入到手噶啦，唔需要幾萬蚊去買個金條。最後就係個透明度都會比較高，基金會公開個淨值持倉同埋資產清清楚楚。不過大家都要留意翻，黃金 ETF 係會有管理費嘅，唔同 ETF 嘅管理費都唔同。譬如 GLD 呢隻 ETF 嘅管理費一年就係 0.4%。另一個缺點就係黃金 ETF 係冇任何利息嘅，同股票 ETF 唔同啦。黃金 ETF 只係追蹤個金價，金就本身冇任何利息，所以唔會派到息俾你嘅。你賺錢定蝕錢咧，就係睇個金價升或者跌。之後都講下黃金 ETF 有咩選擇啦。咁第一就係 GLD ETF 啦，佢係全球最大、最歷史悠久嘅黃金 ETF， 資產管理規模超過咗1000億美元，流動性都係最高嘅。其次就係 IAU ETF 啦，全名係 iShares Gold Trust， 規模就僅次於 GLD， 流動性一樣都係好高。除此之外，仲有 GLDM 啦，咁佢同 GLD 都係同一間公司，GLDM 嗰個管理費就會低啲。同埋個入場門檻都會低啲，講緊80美金就可以買到噶啦。不過買賣差價相比 GLD 就會差少少。如果你係想長揸嘅話，揀 GLDM 就會好啲嘅。咁如果你想短炒就可以揀 GLD 嘅。咁 IAU ETF 一樣都有一個迷你版本嘅，就叫 IAUM。個入場門檻同埋個管理費都會相對低啲嘅。如果長揸就可以揀 IAUM， 如果你想短炒咧就可以揀 IAU。因為嗰個買賣差價會比較細啲。咁 GLD 都有香港掛牌嘅版本嘅，喺香港聯交所就可以買到噶啦。個股票代號係2840，港紙接近3000蚊就可以入場噶啦。另一隻香港比較出名嘅就係 Value Gold ETF， 股票代號係3081，係唯一一個存放喺香港本地金庫嘅黃金 ETF。具體位置就係香港國際機場貴金屬金庫啦。咁呢個 ETF 嘅管理人就係聖寶資產管理公司啦。咁除咗港紙嘅版本咧，佢仲有人民幣啊同美金嘅版本嘅。另外，如果大家未開股票戶口，我自己會推薦富途牛牛、微牛或者盈透證券，呢3間都係上市公司，市值過8億，資金安全有一定保證，而且支援多個市場，包括港股、美股、A 股，而且唔止可以買股票，仲可以買債券、期權、期貨、ETF， 都幾全面㗎。如果你未開戶口嘅話，可以睇返我之前嘅教學影片。我都會放喺 YouTube 描述欄下邊。第4個方法就特別少少啦，係用另一個方法去參與黃金市場，唔係直接去買金，而係買金礦嘅股票，包括開採黃金、加工黃金或者持有金礦資源嘅公司，因為佢哋嘅盈利同黃金嘅價格係有直接嘅關係嘅。
金價升，呢啲金礦公司就會賺多咗，股價一般就會跟住升。咁當然，如果金價跌，收入就會少咗，股價都會受壓。不過大家都要留意，金礦股唔只係跟住金價走，佢仲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即係譬如開採成本啊、人工成本啊，甚至係開礦地區嘅政治風險等等。所以金礦股同金價關係係高度相連嘅，但係就唔係100% 同步咁樣。咁你可能就會問，金礦股同黃金 ETF 又有咩唔同呢？黃金 ETF 就係跟住金價走嘅，相對穩定啲，但係就冇息收。金礦股就係投資股票，一般就有派息，咁當然都睇邊間公司啦。咁同埋有機會個升幅比金價更加大嘅，但係風險就會相對高啲啦。不過金礦股都要識揀，因為唔係每隻都跟住金價走得咁貼嘅。一般嚟講，上游含金量高嘅金礦公司股價會跟住金價最貼。香港比較多人識嘅話，第一間就係招金礦業，股票代號係1818。呢間公司就主要係做黃金勘探、開採、揀礦、冶煉、營運嘅公司。主要嘅產品就包括9999金同9995金。金礦嘅業務就佔佢好大部分嘅收入，所以係一隻比較純嘅金礦股。金價一升，佢就可以直接受惠。下一間就係山東黃金啦，股票代號係1787。佢同招金礦業一樣，黃金嘅業務佔佢大部分嘅收入，所以都係一隻純嘅金礦股。金價上升，佢就可以直接受惠啦。仲有一間比較出名嘅就係紫金礦業啦，股票代號係2899。相比起招金礦業同山東黃金，紫金呢類就比較綜合型少少啦，因為佢除咗金，仲有銅、鋅、鋰、銀等等嘅。所以個股價就未必同金價係完全同步嘅。講完港股之後，我哋不如睇埋美股。第一間我想介紹嘅就係 Newmont，股票代號係 NEM。Newmont 係全球最大嘅金礦公司，總部就喺美國。佢喺北美、南美、澳洲同非洲都有礦場。佢哋唔單止係開採黃金，仲有生產銅、銀、鋅等等嘅金屬，算係比較分散嘅公司。不過黃金嘅收入佔公司整體收入最大部分，算係核心嘅業務。其他嘅金屬收入就相對細好多啦。所以公司嗰個盈利同股價咧，主要都係睇翻黃金嘅價錢嘅。另一間就係 Barrick Mining， 股票代號係 B， 以前就叫 Barrick Gold 嘅，今年就改咗叫 Barrick Mining， 因為佢哋主營嘅生意除咗黃金仲有銅嘅，佢哋就覺得叫高可能有少少誤導，所以就改咗名啦。佢哋總部就喺加拿大，主要喺北美、南美、非洲等等嘅地區經營金礦，亦都係全球頭3大嘅金礦公司。咁同 Newmont 一樣，都係一個唔錯穩健嘅選擇。嗱，如果你唔想直接買單一嘅金礦股，其實你都可以揀 ETF 去投資金礦嘅行業。第一隻 ETF 就係 GDX ETF， 呢隻 ETF 主要就係持有大型嘅金礦公司，包括 Agnico 啦、Newmont 啦、Barrick Mining 等等。大公司就有好多個金礦啦，即使一個停工，影響都唔會太大，所以收入就相對穩定啲，風險相對低啲，適合想追蹤成個金礦行業又唔想承受太大風險嘅投資者。另一隻就係 GDXJ ETF， 呢隻 ETF 主要就係投資中小型嘅金礦股，依間就持有97隻股票嘅。中小型公司通常得1-2個礦，好處就係比較靈活，可以快速增加產量，賺更加多嘅錢，升幅潛力就比較高。不過如果其中一個礦停工，影響就比較大，整體嚟講個風險同波動都比較大嘅。同埋大公司開礦嘅成本會低啲嘅，大約1盎司就$1000左右，而細公司嘅開礦成本就會高啲嘅，1盎司就$1200到$1500左右。咁就即係當然呢啲就睇公司，唔同公司都有機會唔同嘅。如果金價跌嗰陣，大礦就企得穩啦，因為佢哋成本比較低，而細礦嘅表現就會比較差，甚至有機會虧損。除咗金礦股同埋金礦股 ETF， 仲有一類係高 streaming 嘅公司。呢類公司比金礦股仲誇張，金價升嘅時候，佢可以賺到更加多嘅錢。高 streaming 嘅公司係做啲咩呢？簡單嚟講，你可以當佢係一間金融嘅公司，會喺金礦早期投資開發，
但係交換條件就係未來開採到嘅黃金，佢哋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買入。依家大型金礦公司嘅開採成本就大約係$1000一盎司，而呢啲 Gold Streaming 嘅公司成本會更加低，大約係$400一盎司。金價高過呢個成本嗰部分，全部都係利潤嚟嘅，係一個非常之高毛利嘅生意。龍頭嘅公司就包括 Franco-Nevada， 美股股票代號係 FNV， 同埋 Wheaton Precious Metals， 美股股票代號係 WPM。FNV 都幾誇張，公司市值大約$380億，但係公司淨係得40幾個員工，即係話每個員工大約值$8億。而 WPM 主要就係賣黃金同銀嘅，一般嚟講金價升銀價都會跟住嘅，所以變相就有兩條升浪。第5個方法就係買黃金期貨，呢個方法就比較適合一啲進階專業嘅投資者，就唔適合散戶或者新手嘅。因為期貨本身就係一個高槓桿、高風險嘅金融產品。咁咩係黃金期貨？簡單啲嚟講，就係買方同賣方簽一份合約，約定喺未來某個日期用指定嘅價錢買入或者賣出黃金。例如你依家覺得金價會升嘅，就可以買一張期貨嘅合約。如果金價真係升，你呢張合約嘅價值就會上升，你就可以平倉賺錢啦。但係反過嚟睇，如果你估錯方向，金價跌，你一樣會輸錢，而且輸錢嘅速度會比你買實金或者黃金嘅 ETF 快好多。舉個例子，譬如你去金鋪買黃金，例如買10000蚊，如果金價就跌10%，你就輸10%，即係10000蚊就變9000蚊。而期貨就唔同，因為期貨係槓桿式交易，你可能用1000蚊就控制住10000蚊嘅黃金倉位，即係呢些係10倍槓桿。黃金跌10%，你帳面就其實係蝕緊100%，即係你投入嗰1000蚊全部會蝕晒。咁當然，如果黃金係升10%，你嗰1000蚊就會翻倍變2000蚊。所以可以放大個盈利，同樣可以放大個虧損。新手就唔建議亂試，除非你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先好去玩期貨。最後一個方法就係黃金差價合約 CFD， 都係一個高風險、高槓桿嘅方法，就唔太適合新手嘅。CFD 個基本概念就係你唔係真係需要去買黃金，亦都唔需要去交收黃金，而係同 CFD 券商簽一份合約，賭金價升或者跌，你可以買升，亦都可以買跌。咁不如就舉個例子，假設你睇好金價升，用1000蚊開一個 CFD 嘅倉位，槓桿係100倍，亦即係話你實際係控制住10萬蚊嘅黃金價值。假設金價係升1%，你帳面其實就賺咗1倍，即係1000蚊就會變2000蚊。但係如果金價係跌1%，你帳面就會蝕晒，即係你會蝕晒你嗰1000蚊。從呢個例子，大家可以見到佢可以升得好快，同時都可以蝕得好快。CFD 通常就係一啲短炒或者 day trade 嘅朋友會比較多用到嘅，但係新手就一定要好小心，因為始終 CFD 嗰個槓桿好大，好多平台會俾你10倍、20倍、100倍甚至500倍嘅槓桿，一個好細嘅波動都可以令到你爆倉。同埋你玩 CFD 其實唔係對住個市場，而係對住個平台本身。如果平台係冇監管、流動性差，你基本上係冇得投訴嘅。所以如果你真係要玩咧，就一定要揀一啲規模比較大、受到多個國家監管嘅 CFD 平台啦。依家市面上比較出名嘅就有 IG 同 Pepperstone， 佢哋有一定歷史啦。例如 IG 就1974年成立嘅，有50幾年嘅歷史。亦都係上市公司，喺英國倫敦上市，股票代號係 IGG， 市值就大約300幾億港紙。而 Pepperstone 就係2010年成立嘅，佢哋嘅規模比較大，所以就相對安全啲。總結嚟講 ，CFD 唔係唔可以玩，但係只係適合一啲風險承受能力比較高，而你又知道自己做緊咩嘅人。最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記得俾個留言、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